對於癌症嚟講，因為癌症細胞同埋代謝係一個幫助嘅花我唔知佢點解大細。在那種從醫生嘅一直都冇在度發表資料，咁就會產生咗少少咁樣居醫或者係等候一啲治療諮詢嘅。咁成個治療嘅流有早期癌也可以早期發，那我們對於早期發現嗰嚿嘢係究竟發炎啦，即係點樣，然後我哋就會安排一啲嘅係啦，我哋叫做專科門診啦，咁就係會有一個體重嘅管理門診啦，係配置好晒一啲牙科嘅牙醫咧，去切合我哋嘅實際需要嘅。